若这个疫情的期间，包括双北市、基隆、桃园等等的县市，病医拢暂停探病。也毋过有网友翕到影片来指控，一个退休将军的夫人违反规定，毋但逐工去病院探病，而且出入病院拢无做快筛、无做 PCR， 甚至甲护理人员大细声。但是军方的主管敢若甲按打，完全拢无顾到护理人员的心情。这个三军总病院是来回应讲，影片当中确实是病患的家属会严格要求家属确实来遵守防疫的规定。是他讲的对不对？我等一下去讲。他那时候刚好在查网，对他查网，他会叫我说，叫我不要去拿。病患的家属一日看到护理人员就开始大声，护理人员真有耐心地甲解说，也毋过对方根本就听袂落去，继续惨。他说稍等一下，这样。稍等，我可以在我进来，在他的房间了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不能进来？可以啊，误解这样意思，那就只能这样误解了。我是说误解啊，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意思，误导不言也。有护理人员看甲袂做咧，伫边仔将这个病患的家属伫闹的过程拢甲翕落来。佮写讲，这个退伍将军的太太伫三军总病院持续3个月，逐工拢会使探病，而且拢超过4点钟。重点是，伊入去病院无做快筛甲 PCR， 又搁伫抵抗力较歹的病人的面头前加扫兼啉水。迄一天，干那请伊小可等10分钟尔，对方就开始大声，佮骂一寡垃圾话。军方的主管无顾虑到护理人员，颠倒是去按打将军夫人的情绪，共款无要求伊挂喙暗。三总经过查证，影片内面的人确实是病院病患的家属。最近因为烦恼病患的病情有变化，致使情绪较激动，才甲护理师大细声，强调讲现行防疫规定全面禁止探病，会严格要求家属遵守。护理部同步按打护理人员的心情，偏偏讲类似的代志搁发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